大家好，歡迎返嚟越講越有故仔。今時今日係2026年，我哋做歷史同埋動漫動態戰力測評嘅博主，最中意玩嘅就係打破大家嘅固有認知。今日要同大家拆解一個喺三國題材，甚至係成個中國歷史圈子入面最大最長壽嘅一個謎團。只要你平時有玩開三國志遊戲，或者睇過《三國演義》，甚至乎只係聽過客三國故事，你腦海入面一定會有一個不容置疑嘅金科玉律，嗰個就係呂布。乃係三國武力值嘅天花板，不接受反駁。民間甚至有句說話叫一呂二趙三典韋，四關五馬六張飛，直情將呂布擺喺神明一樣嘅位置。但係如果今日我同你講，我哋翻查晒成本《三國演義》，加埋正史《三國志》，得出一個令人極度震驚嘅事實：呂布呢個人，成世人竟然從來未曾擊殺過任何一個一線，甚至乎連二線都算唔上嘅名將。冇錯，你冇聽錯，我都冇講錯。相對於關羽斬顏良、誅文醜、溫酒斬華雄、過五關斬六將嘅輝煌戰績，又或者趙雲喺長坂坡七進七出，砍倒大旗兩面，奪戍三條，斬殺曹營名將50幾員，再睇埋張飛喺當陽橋一聲大喝，嚇死夏侯傑，甚至喺正史入面將張郃打到全軍覆沒。呂布嘅人頭簿上面到底有邊個？我哋一齊數下。喺《三國演義》入面，呂布殺過嘅人有方悅、穆順、曹成，仲有將武安國嘅手腕、手骨打斷。大家摸住良心講，呢幾個人邊個算係名將？有邊個唔係一出場就準備攞便當嘅跑龍韜？方悅。何來名將？喺呂布馬前行唔到5個回合就被刺死。穆順，上黨太守張楊部將，被呂布一擊刺落馬。武安國北海猛將用取嘅同呂布打到10餘合，被呂布一擊砍斷手腕。好在公孫救得快，先冇死。至於喺正史入面，呂布殺過最大牌嘅人邊個？答案竟然係丁原同埋董卓。但係大家都知道，殺丁原同殺董卓性質上係政治刺殺、背叛、偷襲，根本唔係喺戰場上面雙方擺開陣勢單挑對決嘅情況。丁原係佢義父，喺帳篷入面毫無防備被斬首；董卓係喺朝堂門口被呂布用矛刺死。當時董卓已經係個大肥佬，又唔係處於戰鬥狀態。咁問題就嚟啦，既然呂布成世人都未殺過一個有名有姓嘅頂級名將，佢到底憑咩可以坐穩三國第一猛將嘅寶座？點解古往今來所有嘅讀者、歷史學家，甚至乎同時期嗰啲眼高於頂嘅梟雄猛將，都公認佢係戰力天花板？今日呢條視頻，我就會用最強大嘅邏輯同數據，幫大家徹底拆解呂布戰力天花板背後嘅真正真相。要理解呂布點解係第一，我哋首先要明白一個道理：喺頂級嘅戰力世界入面，衡量一個英雄嘅強弱，往往唔係睇佢殺咗幾多普通人，而係睇要動用幾多頂級戰力，先可以同佢打成平手，或者先可以將佢擊敗。呢個就係衡量戰力嘅另一個維度，被圍毆嘅規格。我哋先嚟睇睇傳書最經典、最精彩嘅一幕，亦係將呂布推上神壇嘅一戰——虎牢關三英戰呂布。當時18路諸侯討伐董卓，公孫豪親自上陣，同呂布打咗幾十個回合就頂唔順要走。呢個時候，張飛一聲大喊，三姓家奴休走，挺住丈八蛇矛衝上去，同呂布大戰50回合，不分勝負。大家留意，呢度係不分勝負，但係關羽喺側邊睇到，覺得張飛開始有壓力，如果再打落去，張飛可能會吃虧。於是乎，關公拍馬，舞動青龍偃月刀，兩個人夾攻呂布。關羽同張飛呢兩個人係咩概念？喺成個三國入面，呢兩個人被稱為萬人敵，是萬中無一嘅萬人敵。佢哋任何一個拉出來，都可以秒殺一大片武將。但係關羽同張飛兩個人合力，同呂布再大戰30回合，竟然依然戰呂布不下。兩個頂級神將合力，打咗30個回合都拎唔落呂布。你可以想象當時喺旁邊睇戰嘅諸侯，眼珠都差點跌出嚟。最後劉備頂唔順，拎住雙股劍都衝上去，三個人好似走馬燈咁圍住呂布轉。呂布喺呢種全宇宙最強嘅圍毆規格之下，依然能夠全身而退。佢遮攔隔擋，睇準劉備呢個相對較弱嘅突破口，虛刺一擊，劉備趕忙閃躲，呂布就乘機蕩開陣角，倒拖着畫戟，拍動赤兔馬飛奔回關。
大家細心諗下，呢一戰呂布雖然輸咗走咗，但係佢雖敗猶榮，因為從呢一刻開始，成個三國世界嘅武將心理防線全部崩潰。以前大家覺得大家都是一條條好漢，單挑唔得就打多幾下，但虎牢關之後，所有人都明白咗一個道理，同呂布單挑等於送死。要打呂布，你必須要有唔要面子、聯合幾個人一齊上嘅心理準備。如果你覺得三英戰呂布可能帶有文學色彩，或者劉備上去係幫倒忙，咁我哋再睇睇呂布人生中嘅另一場超級圍毆戰——濮陽之戰。當時呂布同曹操爭奪兗州，曹操派出咗佢手下最強嘅第一猛將許褚。許褚同呂布打咗20個回合，曹操喺後面睇到驚，佢講咗一句非常經典，亦都係對呂布戰力最高評價嘅說話。曹操話：呂布非一人可勝，意思即係呂布根本唔係人類可以單對單打贏嘅。於是乎，曹操二話不說，立刻下令叫典韋、夏侯惇、夏侯淵、李典、樂進全部一齊衝上去。大家數下，許褚加典韋，曹營相逼，兩個超級保鏢，再加埋夏侯兄弟，曹家嘅宗族神將，再加上李典、樂進，呢個陣容簡直係曹操陣營嘅全明星手法。6個一線到頂級嘅名將一齊圍攻呂布一個人，結果點？呂布依然冇死，佢抵擋唔住6人合擊，於是乎撥轉馬頭衝回城中。全三國有邊個武將可以享受呢種待遇？趙雲喺長坂坡雖然面對8萬曹軍，但係主要係打混戰，而且曹操落令要捉活嘅，唔准放冷箭。加上當時冇許褚、典韋、張遼呢啲頂級神將在場圍剿，而呂布面對嘅係真真正正明目張膽嘅頂級武將組隊打大佬，所以呂布點解唔使殺名將？因為名將根本唔敢同佢單挑。你想做被呂布殺嘅名將，你首先要夠膽同佢1對1。但現實係，名將見到呂布，第一反應都係兄弟們點，大家一齊上啊！當所有人對你嘅定義都係需要組團刷新嘅副本 boss 嗰陣，你已經不需要用擊殺數來證明自己嘅戰力。除咗被圍毆嘅規格之外，呂布坐穩第一嘅第二個核心原因，就係佢擁有全三國最恐怖嘅控場能力同埋威懾力。喺戰場上面，一個武將最高嘅境界唔係斬將奪旗，而係只要佢企喺度，敵方嘅幾萬大軍、幾百個將領就連動都唔敢動。我哋可以用一個故事來證明，呢個故事大家耳熟能詳，叫做轅門射擊。當時袁術派大將紀靈帶領4萬大軍去進攻劉備，劉備當時得幾千人馬，根本冇得打，唯有向呂布求救。呂布收咗劉備嘅好處，又唔想袁術吞併劉備之後做大，於是乎帶咗幾千人去到小沛，將紀靈同劉備兩邊嘅高層請過來食飯開會。當時紀靈一見到劉備喺呂布個帳篷入面，嚇到轉身就想走，因為紀靈深知劉備手下有關係將。呂布一隻手好似提住隻雞仔咁，直接將紀靈成個大漢提了回來，按喺凳上面。紀靈當時帶住4萬大軍喺呂布面前，竟然乖到好似個小學生咁。呂布話：你哋兩邊唔好打啦，交個朋友。天意決定一通，佢叫人將自己嘅方天畫戟插喺遠處150步開外嘅軍門入口。150步係咩概念？喺古代，普通弓箭手嘅有效射程大約係50到80步，超過100步想要射中一個特定嘅定點，已經需要神射手嘅級別。而呂布要射嘅唔係一個箭靶，而係方天畫戟上面那一塊小小的、只有幾寸寬嘅側邊小戟尖。呂布話：如果我一箭射中，你哋兩家就收兵；如果射唔中，你哋愛點打就點打。紀靈心入面暗自好笑，心諗100步都難射啦，何況150步？你呂布吹牛吹大咗。結果呂布拉開神弓，一箭射出，嗖一聲，正中畫戟小尖，全場雷動。紀靈嚇到面如土色。一箭，僅僅用咗一箭，呂布就將一場眼看就要爆發、涉及數萬人生死嘅大戰消弭於無形。紀靈最後乖乖收兵回朝。呢個故事話俾我哋聽，呂布唔單止近戰肉搏係無敵，佢嘅遠程射擊能力同樣係滿分。佢是一個無死角嘅全能型戰士。喺戰場上面，你同佢打近戰，你唔夠佢個方天畫戟嚟，你想走遠少少，佢有一石之功，隨時可以喺150步之外將你爆頭。面對一個咁全能、攻擊範圍咁廣、殺傷力咁大嘅對手，邊個名將嫌命長會去同佢單挑？講完小說《三國演義》，我哋必須要回歸到真實嘅歷史，睇睇正史《三國志》入面嘅記載。
因為有好多朋友會話演義都係羅貫中吹出嚟嘅，歷史上嘅呂布可能根本唔識打，咁你就大錯特錯啦。喺正史入面，呂布嘅勇猛程度比起演義有過之而無不及。正史《三國志·呂布傳》入面，陳壽對呂布嘅描寫非常之直接。佢話呂布便弓馬，撈力過人，號為飛將。大家注意飛將呢兩個字，喺中國歷史上能夠被稱為飛將嘅，之前最出名嘅就係西漢時期令到匈奴人聞風喪膽嘅神射手李廣。呂布喺東漢末年能夠得到飛將嘅稱號，說明佢喺弓馬技術同埋個人戰力上已經得到咗成個時代嘅認可。而且正史入面雖然冇三英戰呂布呢個情節，但係有更真實、更震撼嘅單挑記錄。喺正史入面，三國時期真正有文字記載嘅將領單挑其實非常之少，因為真實嘅戰場係講求陣法同部隊配合，主將好少會好似古裝劇咁走出來一對一。但係呂布偏偏就有一次貨真價實嘅歷史單挑。嗰場戰役係發生喺長安，董卓死咗之後，董卓嘅部下睨住郭汜帶兵反攻長安，呂布當時守城，城破之時，呂布喺城門口遇到了郭汜，呂布沒有退縮，佢對郭汜話：我哋兩軍士兵唔好白白送死，不如我哋兩個人單挑，邊個贏咗，長安就歸邊個。郭汜亦都係個狠角色，當場答應。結果兩個人單挑，呂布手持長矛，一個回合就直接將郭汜刺傷，刺落馬。好在郭汜後面嘅騎兵拼死衝上來，將郭汜救走，否則郭汜當場就要交代喺城門口。郭汜係邊個？佢係西涼軍閥入面有名嘅悍將，跟隨董卓多年，南征北戰，殺過無數人。但係喺呂布面前，真實歷史上嘅單挑，一個回合就差點被秒殺。呢個歷史記錄直接粉碎咗呂布只是吹水嘅謠言。仲有歷史上嘅呂布曾經投靠過袁紹，當時袁紹叫呂布去攻打常山嘅張燕。張燕係邊個？佢係黑山軍嘅首領，手底下有精兵10幾萬，騎兵好幾萬，人稱飛燕，以行動敏捷、作戰勇猛著稱。面對咁龐大嘅黑山軍，呂布點做？正史記載，呂布騎住佢隻寶馬赤兔，帶住佢手下最親信、最精銳嘅幾十個騎兵，包括成廉、魏越等人。佢哋唔係用咩計謀，佢哋係直接衝鋒。呂布一日之內突擊黑山軍嘅陣營3到4次，連續打了10幾日。每一次呂布都係衝喺最前線，好似一把尖刀一樣，將張燕嘅10幾萬大軍割得支離破碎。最後張燕頂唔順，黑山軍被呂布打到崩潰殘廢。大家想象下呢個畫面，帶住幾十個人去衝人家10幾萬人嘅陣營，一日衝幾次，連續衝10幾日，而且每一次都能夠斬首無數，全身而退。呢種恐怖嘅突穿能力，呢種非人嘅體力同戰略威懾力，除咗西楚霸王項羽之外，成個中國歷史上真係睇唔到幾多個人可以做到。所以歷史上嘅古人講：人中有呂布，馬中有赤兔，呢句說話絕對係用無數嘅鮮血同戰功堆砌出嚟嘅，冇半分水分。講到呢度，我哋就一定要探討一下，點解呂布擁有咁強大嘅戰力，最後卻落得一個吊死喺白門樓嘅悲慘結局？呢個就涉及到呂布性格上嘅致命弱點，以及佢作為一個政治人物嘅徹底失敗。陳壽喺《三國志》入面對呂布有一句非常精準，亦都好無情嘅評語。佢話：呂布有面虎之容，而無英奇之略，輕狡反覆，唯利是事。這句話直接點出咗呂布嘅死穴。佢有老虎一樣嘅勇猛，但係完全冇政治家嘅長遠謀略。佢性格輕浮、狡猾、反覆無常，邊度有利益佢就去邊度。在古代中國，一個人最重要嘅道德底線就係忠義，而呂布恰恰將呢個底線踩碎咗無數次。佢首先為咗利益殺死咗提拔佢嘅義父丁原，投靠董卓，之後又因為一個女人，演義中嘅貂蟬，正史中是董卓嘅婢女，以及對自身安全嘅擔憂，聯同王允殺死咗第二個義父董卓。從此以後，佢就孭上咗三姓家奴嘅臭名。後來佢走投無路，去投靠袁術，袁術嫌棄佢反覆無常，唔收佢，佢去投靠袁紹，幫袁紹打完張燕之後，佢嘅士兵重兵搶掠，袁紹想暗殺佢，佢唯有逃跑。再後來佢去投靠劉備，劉備好心收留佢，俾佢駐守小沛，結果佢趁劉備出去同袁術打仗嗰陣，竟然在背後插刀，偷襲奪取咗劉備嘅大本營徐州。
呂布呢種誰對我好，我就背叛誰嘅行徑，導致咗一個極度嚴重嘅後果。喺成個三國嘅政治生態圈入面，佢徹底失去咗信用。一個冇信用嘅人，無論你武功幾高，大家對你嘅態度都只有兩個：一係利用你，一係消滅你。當曹操大軍壓境，圍困徐州，水淹下邳之時，呂布嘅軍事無能同性格缺點暴露無遺。佢唔聽謀士陳宮嘅正確計謀，反而天天匿喺後宮同妻妾飲酒消愁。佢對手下嘅將領又好刻薄，因為一啲小事就要鞭打將領，結果搞到眾叛親離。佢手下最信任嘅將領魏續、宋憲、侯成，趁佢瞓着咗嗰陣，用繩索將佢五花大綁，奪走咗佢嘅方天畫戟，打開城門向曹操投降。當呂布被押解到曹操面前嗰陣，佢其實仲有一絲求生嘅希望。佢對曹操話：曹公，你所顧忌嘅不過係我呂布啫，依家我服你啦。如果由你來帶領步兵，由我呂布來帶領騎兵，成個天下有邊個平定唔到？曹操當時其實係好心動嘅。你想下，曹操一個咁愛惜人才嘅人，如果手底下多咗呂布呢隻咪虎，佢嘅軍事力量會提升到一個幾咁恐怖嘅層次。但係呢個時候，坐在旁邊一直唔出聲嘅劉備，冷冷地講咗一句話，呢句話直接將呂布送入地獄。劉備話：明公，你仲記唔記得丁原同董卓嘅事？呢句話一出，曹操全身出咗一身冷汗。曹操心諗：係錯，丁原對佢好，被佢殺咗；董卓對佢好，被佢殺咗；劉備收留佢，被佢搶咗徐州。我曹操如果今日收留佢，聽日我個頭唔知仲喺唔喺度。於是乎，曹操揮一揮手，下令將呂布拉落去，先勒死，然後斬首示眾。呂布臨死前大喊：大以夷，指劉備，最無信義，但係已經太遲啦。呂布嘅死亡標誌着一個時代嘅結束。佢用佢嘅一生證明咗一件事，在絕對嘅政治智慧、戰略格局以及道德信用面前，個人嘅武力值就算達到了100滿分，依然只是一隻任人宰割嘅棋子。好啦，我哋總結返今日嘅主題：呂布成世未殺過名將，憑咩坐穩第一猛將？答案其實已經非常清晰。首先，名將之所有被稱為名將，係因為佢哋具有極高嘅軍事素養同心理素質。佢哋面對普通對手，可以展現出強大嘅殺傷力。但係當佢哋面對呂布呢種規格之外嘅怪物嗰陣，名將們嘅第一本能係聯手，係防禦，係呼叫增援。呂布用一場場以一敵眾嘅頂級圍毆戰，將自己嘅名字變成了三國時期所有武將心中嘅陰影。其次，呂布嘅戰力唔單止體現在小說嘅藝術加工中，更體現在真實歷史嘅白紙黑字入面。不論是長安城門口一矛刺傷郭汜，還是常山之戰中帶領幾十騎兵反覆衝陣黑山軍10幾萬部隊，歷史上真實嘅呂布確實配得上飛將呢個稱號。最後，呂布嘅故事亦都帶給我們2026年嘅現代人一個好深刻嘅啟示：一個人在某一個領域嘅天賦再高，實力再強，如果缺乏大局觀，缺乏對道德底線嘅堅守，缺乏同他人建立信任嘅能力，最終都只會走向失敗。呂布嘅武力值是天花板，但係佢嘅情商同政治智商卻是地板。呢種極端嘅對比，先至塑造出三國歷史上最具有悲劇色彩、最令人唏噓不已嘅第一猛將。今日呢條關於呂布戰力大拆解嘅口播視頻就去到呢度啦。唔知聽完我嘅深度剖析之後，大家對呂布呢個歷史人物有冇一個完全唔同嘅全新看法呢？如果你覺得今日嘅內容幾有趣，分析得夠透徹，記得幫我長按點讚、CLS、comment、like、share 3連走一波，仲要記得撳閱訂閱我嘅頻道，同埋開啟隔離個小鈴鐺，咁你就可以第一時間接收到2026年最新最精彩嘅歷史冷知識同戰力測評分享啦。大家亦都可以喺評論區留言一齊討論下。如果你哋穿越返去三國時期，要你組建一個三武將嘅陣容去挑戰呂布，在不允許關羽、張飛、許褚、典韋呢幾個人上場嘅情況下，你覺得挑選邊3個武將先有機會喺呂布手下全身而退呢？期待見到你哋嘅神級留言。呢度係越講越有故仔，我哋下條視頻再見，拜拜。